Bisa tabang kita di Pacipala, Hamang kita, Bola bisa。为了阿美语，还是要掌声一下。现场有阿美族的人要听得懂我们的母语哈。好，再一次来讲一下，今年的阿米斯音乐节对我们来讲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珍贵。因为大家不知道，你们现在坐在的这个土地是都兰部落的阿美族人。甚至比我们想象当中更早，绝对超过400年，他们就在这个土地上。然而，这个土地在传统的地名，它的名字就叫巴基法兰。巴基法兰。那我们要不要练一次？你们以为随随便可以坐在祖灵坐过的地方吗？那个笑声，这么好笑吗？那你去买阿洛的 CD 哈。买1送1吗？我们讲笑话的能力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呢。是。我们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有吹过太平洋的风，还有太阳的孩子的洗礼。好了，来，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因为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今天这片土地真正散发出来的，你知道土地的芬芳，它的名字就叫做巴基法兰。来。巴基法兰在以前，它是作为，这是我们的祖先从这边登陆上来的一个根基，这是我们的祖先就从这里开始生长，还有延续到我们现在每一个阶层跟年龄层的子孙。巴基法兰这个土地呢，基本上是阿都兰这个部落的族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地。那这个土地是他们作为一个所谓的祖先的根源之地。然后这个土地呢，过去呢，他们是在这个地方行祭典。然后你们猜这个土地它之前它发生了什么事呢？发生了什么事？你们猜快点，猜对了我就送一张阿洛的海报，可以吗？哦，阿洛的海报是裸背的，不是，裸照吗？你们感觉没有很想要我的海报是不是？那他送矿泉水哦，你们要哪一个？那猜对了送矿泉水。对，他说矿泉水。我只有矿泉水。你回家。我阿洛的海报可以送。海报来，我们阿洛的海报，麻烦一下。感觉我很像。感觉很像凤凰。你阿洛海报哈，把这东西啦。我要打开吗？我还要看一下。哦，先看正常的哈。他说先看正常的。来，我来了。我来。可以吗？好，来，等一下再好啊，我要让大家猜一下，就是当然阿美族传统里面阿都兰的部落族人把这个地方当作祭典的圣地，然而自从来了一群我们阿美族叫做白浪的朋友们，在还不了解我们的情况之下，他们占用了这块土地，他们把这个土地的使用方法叫做什么？你们猜对的，不是对，还没有在 BOT 之前，谁知道的？大声的讲一次，好，举手好了，有点乱七八糟哦。哇，很有知识的这些朋友嘛，举手，我们比快的哦。1、2、3，哦，太快了。1、2、3，他很这样很快的，哇，忠实粉丝哎，我没有套好哦。垃圾掩埋场答对了。哇，我们请阿洛来发送他的巴菲尼阿洛，不是为了要鼓励他，不是为了要鼓励他说他知道垃圾掩埋场，而是要知道这个故事的由来哈。等一下去买阿洛的专辑哈。谢谢。基本上这边以前被大家认为是就是被后来来到这边占领这个地方的人把它当作垃圾掩埋场。这件事情当然对阿美的族人来讲，还有走在我们前面的祖先们来讲，是多么伤心的一件事情。然而现在呢，是都兰部落终于透过一个阿米斯音乐节，我们再一次让大家，尤其是让都兰部落的人，再一次回到他们真正的岛屿迎着太平洋的风。为此，也为了阿米斯音乐节，我们真的要给
努力的策划的人员，还有为都兰部落的所有祖先们赢得回来站在自己的土地上，我们真的要再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哎，感恩好，今年我只发咱阿的海国拉放一代今年阿第两度是来打，阿里根度哎把分度不是啦，路阿美是代今年我都拉你打，好阿第那个把你哈哥。那你们还记得那个这边的传统地名叫什么吗？哈，没关系啊，就再考一次，再收一张嘛。完全忘记的举手，没关系，因为阿美族语他们要学，也需要一点点时间。你愿意再教一次吗？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就是今天离开之前一定要记得这个名字，好吗？答应我，好，来，再一次教正本清源一下，我们的地名叫做巴基法兰，好，大家记好。我等一下还会继续问哈，因为我们有无所不有的所有的一些奖品，包含洗衣粉跟大豆沙拉油、爱芒铅笔，还有卫生纸、科学面。好，那今天其实我们两个在这个台上，其实不好意思，我们后面一直有一些人哦。好像是。你们来这边干嘛呢？好，因为时间要加快，不好意思啊，花点时间。其实我们真正在这边有一个目的，其实原住民真的没有很喜欢比赛，但是我们还是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因为过去我们其实很不喜欢 PK 赛。是。好，你知道吗？原住民以前没有在 PK 的。对。但是因为我们常常跟政府 PK 啦。因为没有人是。来，出来，掌声一下。因为没有人是局外人，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民主，而且这个民主的矿业法通过。我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民主，也希望我们呼吸到的每一个空气都是充满尊重与爱，对吗？谢谢你们大家薄弱的掌声。我自己讲的都要哭了，你们干嘛？好，但是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 PK， 对不对？这个 PK 是有名字的，对吗？是。我们这个 PK 赛叫做阿米斯 PK 秀。哇哦，也还好嘛。工作人员跟我讲说，你一定要 cue 这个 slogan， 以为会有怎样子的，以为会有特效棒啊，对，还有烟花棒，烟花。好弱，我们自己来做好了。我等一下讲阿米斯 PK 秀，你们就哇，这样可以吗？那个摄影机重开一次，好弱，气势有点弱掉。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Saligagama Bolong， 再一次哦 ，once again，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阿米斯 PK 秀。有了，有喷了，哇，我们拍了，不是，什么意思？话是说有点会咳嗽。这里呛到吼，像我们今天被太平洋的风吹到，已经烧瞎了。原来我们要很手工，我们今天都要很手工，可以吗？这也是环保的一部分，就是大家一起充当音效哈。那我们第一阶段的 PK 赛，你要先介绍你自己的队伍，对不对？是。你自己的队伍是？我们这一个团队。劳勃迪尼洛的洛恩。劳勃迪尼洛的洛恩，对，没错，专业加1分。我要介绍的是这个是乌克丽丽的国小班，都兰国小的小朋友所演出的哦。米达蒂尼米修盖那个有蒂尼爱好，你要来打娃娃一打，米蒂尼台有蒂尼国小，还生伊那个爵士鼓。都乌克丽丽米表演，还有把那个马里登爱，都拉放一大。哇，没有，我们需要翻译一下。首先，我比较好奇的是说，这个队伍的衣服跟 T 恤有点偏太大。怎么说呢？哪一部分呢？就是说，我想到以前我小时候，就是爸爸妈妈很怕我们快长大，有没有？有时候首次买的衣服都太大了，很像大概要在5年之后才可以穿的衣服，有没有？尤其是这个，就是这阿美族非常的节俭，就是
直接哦买到6年级的就先买好了哦。你确定他的那个袖子那么长可以弹吗？等一下。哎呀，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爱多。可以，因为他们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表演组。哎，你们这个队伍还有一个鼓手哎。对。哦。等一下我们再好好的放。完全看不到他呢，可以吗？有看到他吗？我不相信你是真的打，你打给我看。来敲一下看看。预备3起。哇！哦。你们有注意看他的表情吗？他看来正，停一下。帅气啊！要注意那个 pose。他等一下有要这样的时候，你们一定要给他尖叫声，可以吗？尤其是过门的时候，可以吗？哎，他们刚才在台下很紧张，你们一定要给他们尖叫声，可以吗？来自于都兰国小的乌克丽丽班，一起掌声叫好，都兰国小乌克丽丽班，大家好，敬礼。麦克风靠近一点。好，非常欢迎各位的莅临。我们第一首带来的是，我们正前方的海洋陈建年，希望给我们一点掌声，谢谢你。谢谢各位。
谢大家，敬礼。掌声要持续哦，哈！他们连离开都是一个表演哦。你看那个鼓手。